家好，我係思時姐，今日同大家傾下香港電影圈黃金年代最將炮，亦都係最神秘嘅一段情。大家記唔記得1993年電影《倚天屠龍記之魔教教主》入邊飾演趙敏嘅張敏騎住匹白馬，微微一笑，回頭望向張無忌嗰個鏡頭。當年呢個畫面迷死咗幾多港男港女，簡直香港電影史上最經典嘅回眸之一。講好咗去大都揾佢，結果一等就係幾十年。續集冇咗下文，而張敏亦都喺佢人生最紅最頂峰嘅時候，無啦啦淡出咗電影圈，消失喺大眾嘅視線之中。點解一個手握全香港最好資源部部戲都係做女主角，連周潤發、劉德華、周星馳全部都要傍住佢做眾星拱月嘅絕代佳人，會突然之間由雲端直插谷底跌落凡間？網上好多粉絲留言話心痛佢，話佢9年最好嘅青春錯付咗，話最靚嘅趙敏最後只能夠無奈退圈，真係陰公。但係你哋諗深一層，當年單嘢邊有咁簡單？大家真係以為係普通情侶性格不合分手咩？呢度牽涉嘅係香港電影圈最頂級嘅權力遊戲同埋資本玩家最冷酷無情嘅算計。今日思時姐咧就打開當年個保險箱，同大家慢慢拆解永盛大亨向華盛同張敏呢段長達9年嘅地下情。點解捧極都唔肯俾個名分？背後究竟隱藏住幾多不為人知嘅江湖恩怨？要講清楚呢單恩怨啦，我哋首先要將時間線拉翻去1987年嗰陣時嘅香港電影圈係咩世界？係一個遍地黃金，但係又刀光劍影嘅江湖。黑社會橫行霸道，演員一日要踩幾組戲，收唔到片酬係閒事，分分鐘仲要俾人用槍指住個頭逼你埋位拍爛片。喺咁殘酷嘅生態環境入邊，女演員要上位要生存，如果背後冇一座大靠山，根本就係一件不可能嘅任務。張敏當年只係一個喺街頭派傳單嘅亞洲電視靚妹仔，18、22，青春無敵。點知行下街就被向太陳明英一眼睇中，拉咗入永盛電影公司。但係圈內人都知，真正將佢捧上神壇嘅絕對唔係向太，而係向華強個細佬永盛嘅真正大佬同靈魂人物向華勝。向生當年喺影圈嘅地位簡直係呼風喚雨，佢一句說話可以決定一套戲嘅生死，可以捧紅一個人，亦都可以封殺一個人。張敏一入永盛就好似中咗超級六合彩咁，第一部戲就係同劉德華拍魔翡翠，之後仲要部部都係大卡士大，製作資源好到令人發指。其實依家啲新生代流量明星出入帶10幾個保鏢要清場又勝，其實只係虛張聲勢啦。老一輩天王天后嗰種排場同職業操守係建立喺真金白銀嘅票房之上，但係張敏當年嘅排場係完全超越咗一個演員嘅維度。佢喺片場唔需要應酬，唔需要食啲奇奇怪怪嘅飯局，連最把炮嘅黑社會收陀地都唔敢埋佢身邊半步。點解？因為全香港都知佢係勝哥嘅女人啦。呢個標籤啦，就係全香港最硬嘅防彈衣。當年有好多同輩嘅女星私底下都好葡萄，佢覺得自己演技好過佢，靚過佢，點解冇佢咁好命？其實佢哋唔明白。張敏提供俾向生嘅情緒價值同埋順從，正正係大佬最需要嘅嘢。大佬身邊從來唔缺靚女，缺嘅係一個識得安守本分，唔會四處招惹是非嘅金絲雀。張敏好聰明，佢知道自己嘅定位，所以佢一直保持住一種冷艷神秘嘅形象，極少接受傳媒專訪，亦都從來唔會喺公開場合亂講嘢。呢單嘢當年報館都唔敢寫，而家講出嚟，全靠大家個熱推保住條片。大家順手幫思時姐撳個熱推等演算法推一推，我哋即刻繼續爆落去。多謝各位街坊支持。9年嘅地下皇太后生活，張敏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但係名分呢2隻字就係向華勝永遠都唔肯俾嘅底線。大家可能會問啊，點解向生咁有錢離咗婚之後，但可以光明正大娶張敏過門啦？點解要一路收收埋埋呢？呢度就牽涉到當時嘅傳媒生態同埋大佬嘅心理戰。我記得當年報館截稿前1小時，主編辦公室內決定係咪扣下爆料照片嘅博弈。嗰時有對家雜誌嘅狗仔隊咧，好唔容易慳咗成個月，連飯都唔敢食。終於喺半山豪宅區影到向生同張敏出雙入對嘅親密相，仲有拖手嘅畫面。班伙計開心到彈起，本來諗住做聽日封面頭條，準備加印幾萬本。
點知未落機印主編抬頭個直線電話就響，對方語氣好平靜，但係講出嚟嘅嘢就令到成間報館氣氛結冰。結果嗰晚成班編輯通宵改版，將原本嘅頭條抽起，換咗另一單無關痛癢嘅花邊新聞。呢個就係傳媒大亨與娛樂大亨嘅私人俱樂部交易與封殺令。大家喺雪茄吧飲杯威士忌傾兩句，一句說話嗰堆菲林就永遠鎖入保險箱，連箱底都燒埋。當年嘅傳媒生態就係咁，只要大佬唔點頭隻字都出唔到街。張敏就係喺呢種絕對密不透風嘅保護網下面生存。上山唔俾名分，唔係因為唔中意，而係因為大佬嘅世界入邊，女人永遠排喺事業同權力嘅後面。公開承認咧，張敏就等於將自己嘅私生活咧放喺陽光下邊，由得人評頭品足。呢樣嘢咧係習慣咗喺幕後操控一切嘅向生，絕對唔容許嘅。再者，向家嘅背景太過複雜，娶一個女明星做正印喺家族內部，亦都會惹嚟好多不必要嘅閒言閒語同利益衝突。所以保持現狀就係最符合大佬利益嘅選擇。講到當年最爆嘅一單，一定係王晶街頭遇襲爆缸縫咗15針嘅都市傳說。當年單嘢爆出嚟嗰陣，成個娛樂圈震驚晒。王晶係咩人？係永盛嘅御用大導演，係幫向家賺最多錢嘅搖錢樹。點解會冇啦啦喺尖沙咀街頭俾人打到入醫院？坊間一直有傳聞話係因為王晶喺片場大細超偏心佢自己嘅愛將邱淑貞。狂加邱淑貞氣氛，又安排最好嘅燈光俾佢，反而冷落咗張敏。甚至乎咧有傳佢喺片場因為張敏 NG 而當眾爆粗鬧佢，結果咧得罪咗唔應該得罪嘅人。呢單嘢無論真相係點，都反映咗一個好殘酷嘅事實。喺嗰個年代，權力同暴力往往係解決問題嘅最直接手段。張敏呢，雖然冇出聲，但係無形之手已經幫佢擺平咗一切。經過呢件事之後，全香港嘅電影圈都清楚知道邊個係絕對唔惹得嘅姑奶奶。但係權力再大都敵唔過天意同人性嘅自私。1994年發生咗一件徹底改變張敏命運嘅事。向華勝自己喺街頭遇襲大燒中刀，呢一刀雖然冇攞到大佬條命，但係就劈醒咗呢個一直以為自己可以隻手遮天嘅娛樂圈大亨。大佬們揾錢揾到某個數字，最怕就係死同埋折福。佢哋開始覺得身邊發生嘅一切厄運都唔係偶然。娛樂圈玄學養小鬼、種生機與改運嘅瘋狂迷信，你哋外行人根本想象唔到。向華勝遇襲之後，身邊嘅人秘密揾咗個喺中港兩地都好出名嘅玄學大師睇相算命。個大師將向新身邊所有人嘅八字同面相都算過一次，最後批咗張敏8個字：兩克無肉不旺夫。險就係呢一句猛話，直接判咗張敏出局。大家要明白咧，喺100億名利場入邊，大佬嘅安全同運勢係凌駕於一切感情之上。愛情喺生死同風水面前根本一文不值。向華勝聽完大師嘅說話之後，態度180度大轉變。佢冇同張敏大嘈大鬧，亦都冇撕破面皮，而係用一種最冷靜、最決絕嘅方式切斷咗呢段9年嘅關係。佢大把錢俾訂煲費，訂咗一堆豪宅物業同一大筆現金俾張敏，然後慢慢撤走所有投注喺佢身上嘅電影資源。張敏當時都好硬淨，佢知道大佬一旦做咗決定係冇得挽留嘅。於是佢攞住呢筆錢，默默淡出咗永盛嘅圈子，結束咗呢一段名不正言不順嘅地下情。佢以為自己喺娛樂圈打滾咗9年，已經睇透晒呢個行頭嘅運作，以為自己儲夠人脈同經驗可以自立門戶。於是佢自己投資幾千萬拍電影《1001夜之夢中人》，自己做老細，揾梁家輝做男主角，諗住威俾所有人睇。結果呢度就牽涉到資本使錢、帶資進組同陰陽合同嘅行業潛規則。咁張敏就以為之前啲戲咁賣得係因為自己演技好、票房號召力高啊，觀眾入戲院係為咗睇佢。佢完全錯判咗形勢。佢唔明白以前啲發行商院線肯排好檔期俾佢啲戲上，甚至乎其他大卡士肯低薪同佢做配角，全部係俾面向家同永盛個招牌。佢自己出嚟搞，冇咗個保護傘，冇咗大佬喺背後發功，啲院線即刻唔俾面排啲垃圾檔期俾佢。咁宣傳又做唔起啦，結果票房慘敗，甚至仲傳出男主角中途辭演嘅風波，搞到套戲爛尾。
最後佢幾千萬身家蝕到七七八八，連老本都爭啲保唔住，呢個就係殘酷嘅現實。離開咗資本嘅加持，明星嘅光環根本脆弱到不堪一擊。一問後來咧，心灰意冷咁去咗內地做生意，搞美容中心、搞服裝店，甚至搞房地產。結果咧，因為缺乏經商經驗，又信錯朋友，一次又一次蝕本收場，甚至俾所謂嘅好朋友呃咗幾千萬。呢個就係退圈後人走茶涼、由車入建難嘅殘酷現實與抑鬱。網上好多粉絲留言話心痛佢，話佢遇人不淑，話向華勝耽誤咗佢一生。但係其實圈內人都知感情邊有得計邊個蝕底邊個有着數，佢先係段關係入邊攞盡初期紅利嗰個。向生俾咗佢9年全香港女星發夢都想要嘅資源，保佢喺最混亂嘅年代平平安安無穿無爛，仲賺咗普通人幾世都賺唔到嘅第一桶金。只係佢自己冇能力將呢啲資源轉化為真正屬於自己嘅商業帝國。佢錯在將大佬賦予嘅權力當做自己本身嘅能力。大家不妨對比下後來接手做向華勝紅顏知己嘅張玉珊，你就明白人與人之間嘅格局爭幾遠。張玉珊同樣係演員出身，同樣係年輕貌美，但係佢比張敏聰明100倍。佢深知以識事，仁者識衰而愛弛。佢冇要求向生係電影上點樣捧紅佢，亦都冇沉醉喺女明星嘅虛榮感入邊。相反呢，佢利用向生嘅人脈資金同埋營商智慧，極速搞起咗修身堂呢個減肥纖體帝國。佢知道做生意先係最穩陣嘅依靠。佢借住大佬個朵，請進全城最紅嘅明星做代言人，短短幾年時間就將公司搞到上市，自己做埋最年輕嘅上市公司主席，將大佬嘅資源成功變現成為真正嘅女強人。就算後來向生患癌離世，張玉珊依然可以喺商界企穩陣腳。呢啲先係名利場入邊真正嘅高端玩家。回望張敏同向華勝呢段情，其實充滿住時代嘅唏噓。一個係野心勃勃嘅娛樂圈大亨，一個係傾國傾城嘅絕代佳人。佢哋喺最輝煌嘅年代相遇，互相成就咗香港電影最璀璨嘅一頁。但係名利場從來都冇童話，冇一生一世嘅純愛，有嘅只係利益嘅權衡同命運嘅捉弄。張敏用9年青春換嚟咗無數經典嘅銀幕形象，同埋下半生無憂嘅物質基礎，但係同時亦都失去咗擁抱平凡幸福嘅機會。依家嘅張敏潛心向佛，四處雲遊，睇落去已經放低晒世俗嘅執念。可能對於佢嚟講，經歷過人生嘅大起大落，見識過權力嘅最高峰，最後能夠平平靜靜咁過埋下半世，先係最大嘅福氣。好啦，今日詩詩姐咧就同大家傾到呢度啊，娛樂圈咧水太深，聽日咧再同大家爆過另一單猛料啊！記得留言話俾我聽，你哋最想聽邊個嘅秘密？拜拜。